但係低價背後唔係慈善，而係多重成本壓縮嘅結果。因為開發商嘅資金斷裂而停工難尾，涉及到延期交樓、貨不對版、綠化縮水等問題。周邊都係城中村同埋未開發嘅用地，幾百米嘅範圍內可以話係前不到村後不着店。歡迎收睇港深置業，全網評測最專業嘅頻道。大家好，我係阿森。珠海北總價45萬，單價6000幾，仲要20分鐘到華發商都，30分鐘到港珠澳大橋。你係咪成日都會刷到咁樣嘅樓盤廣告呢？聽到咁抵嘅廣告，大概率又係一個大嘅伏位啦。今日嘅主角朗詩新城項目位置咧，位於中山坦洲永怡村嘅新潭街，總佔地面積38萬平方，分5期開發，總建築面積95萬平方，總戶數6000戶，綠化率35%，容積率嘅話2.45，停車位1:1。朗詩嘅物業費3蚊一個平方。在售嘅係2期面積段咧，65平方到119平方，2房到4房，價錢咧喺6600到7500蚊嘅單價。同樣係坦洲金帝世紀城、佳景康城呢啲項目，單價高達15000-16000一方，而朗詩新城先至6-7千蚊，價差足足有2倍。總價咧50零萬，你就可以入手一套精裝3房。無論係剛需自住嘅首次置業者，定係中意候鳥式居住嘅港澳朋友，吸引力都相當之大。但係低價背後唔係慈善，而係多重成本壓縮嘅結果。以下呢幾個重點你一定要清楚。第一，建築質量問題。呢個項目嘅前身係港澳城邦，一期因為開發商嘅資金斷裂而停工難尾，直到2022年朗詩接手先至正式開賣。歷程咧可以講係一波三折。香港東張西望等多個媒體都報道過部分業主嘅維權事件啦，涉及到延期交樓、貨不對版、綠化縮水等問題。而2期新建嘅單位質量相對可控，但係冇高端建材同埋景觀打造，成本控制貫穿整個建設流程。交樓標準嘅話，只係簡單嘅裝修，入手之後仲要花到額外嘅投入軟裝嘅成本。第二，規劃落地不確定性。項目總規劃有5期，而家先開發到第2期，淨係起咗幾棟樓啫。商業、教育、醫療呢啲配套完全都係要靠外部，內部配套而家講可以講係幾乎為零。周邊都係城中村同埋未開發嘅用地，幾百米嘅範圍內可以話係前不到村後不着店，配套少，入住率低，短期內好難形成便捷嘅居住氛圍。第三，公共交通相當薄弱，只能夠依賴自駕去解決日常嘅需求。對於冇車嘅朋友嚟講咧，日常出行嘅便利性大打折扣，而且坦洲大道高峰期嘅仲可能會有車流擁堵嘅壓力，實際通行嘅時間波動都非常之大。仲有項目位置咧偏遠，位於坦洲永怡片區，屬於坦洲北部嘅邊緣地帶。第四，噪音同埋灰塵嘅影響大。項目靠近高速路，仲有坦洲快線、坦洲大道環繞，俾高架橋包圍住，日常會有一定嘅噪音，仲有嚴重嘅灰塵問題。另外仲有一點大家要注意嘅，雖然項目而家已經簽約咗社區香港直通巴士，但係收咗樓之後，大概率呢個服務都會取消，呢一點一定要留意。睇完樣板房，我再同大家做個總結。嗱，我哋而家上到嚟一棟咧，呢一個係2期嘅一棟，會比之前1期嗰啲咧個戶型要實用好多噶吓。2梯4戶啦，咁呢邊嘅話係119平方嘅環廳4房嘅設計。一陣我哋先睇呢一個，我哋先睇一個我覺得比較勁嘅一個戶型啊，喺2期裏邊。因為呢度咧本身有65方嘅單位嘅，但係咧就冇做樣板間，2房嘅單位嚟最平嘅。但係呢一個咧係79平方嘅，79方就可以做到3房2個衛生間，亦都係相當之誇張嘅。入到嚟呢個入戶門櫃咧，就一 set 過，全部都係贈送俾你噶啦，同埋入戶嘅大門啦。咁見到呢一個係一個裝修標準，除咗呢個空調係冇嘅吓，其他嘢都係有嘅。咁開間嘅話，大概2.9米左右啊，唔到3米嘅，即係相對比較窄啲。79平方嘅話，正常嚟講都係咁樣嘅一個開間。但係做到2位真係好勁嘅。OK， 可以出嚟睇睇。嗱，呢度咧望落去就係2期嘅園林景觀嚟嘅。不過雖然係周圍都係城中村，我哋航拍都會睇得到吓。但係咧呢度到時候起好嘅話，呢一棟還好，因為望出去係一個園林嘅景觀為主，因為嗰邊全部都係樓啊。因為我哋2期嘅呢一個仲有好多嘅樓宇係未起嘅。再有廚房啦，
廚房 U 字形嘅廚房有個好大嘅明窗，做咗個熱水器位置，可以入嚟睇一睇。呢度有個比較大嘅明窗，又係對住呢一個坦洲大道嘅位置嘅，即係對住。如果嗰邊四期起咗嘅話咧，亦都係要有個遮擋吓。如果望翻園林，可能仲靚仔啲。如果我個人認為，再睇翻休息區，呢個交付標準咧，亦都係唔錯嘅。其實我覺得吓，佢就冇做呢種推拉式嘅，咁樣做呢一種咁樣嘅推拉門咧，佢就會入嚟嘅位置比較大啲，喺空間嘅設計上面用得幾好嘅啊。咁你鏡屏啦，同埋星盤啦，全部都係交付標準。到呢一間房啦，咁呢一個咧一個半贈送嘅空間位嚟嘅。咁呢一度咧就相對會比較細啲，都係放米把嘅床子先可以關得到道門。咁所以可以做一個兒童房嘅使用，窄窄地嘅房係冇問題。再到呢間房咧，喺正常尺寸 size， 如果你放張床，一定要利用埋呢一個飄台，你先可以做到單邊有一個落床位，跟住有個衣櫃呢個係 2.6 米嘅全景飄台。呢個就係呢一間房嘅，我覺得重點啊。79方可以做一個主套啊，主套係帶洗手間嘅，雖然係細咗少少，但係基本上嘅功能性係 OK 嘅，都得嘅，真係唔錯啊。主人房做個衣櫃，如果你利用埋呢度咧，你都可以做到闊啲。如果你唔利用嘅話，你可能放張米半嘅床嘅大細嘅啫，做一個到頂嘅衣櫃都夠位置嘅。79方其實算係幾驚豔嘅。我哋再睇埋另外一個4房單位，四房嘅話咧係119平方嘅橫廳，傳統嘅橫廳設計。就係呢個傳統嘅橫廳設計，我要再分開。佢亦都係完全散落咗個走廊。呢個就係未改進之前嘅橫廳設計。1、2、3、4間房，入戶門櫃啦，贈送俾你嘅。第一間房都好大，119方咧就真係大咗一大個尺碼嘅。就呢間房都可以做一個正常嘅臥室嘅 size。再到景觀嘅露台啦。呢度嘅話咧，都係望翻來源反而咧對比79平方可能會更加直觀啲，但係呢度咧會有前面個戶數啱啱好遮咗一半你嘅陽台。有好有唔好，呢度位置咧又突個位出嚟送翻俾你，呢個位置就形成個長台，就非常之長嘅陽台啦，一共8米可以睇得到。睇個廚房。佢連埋廚房嘅開間就有8米，正常嚟講係5米幾到6米嘅一個開間啦，連到呢度廚房亦都相當之闊落。119平方係比較大戶型嘅啦，相對嚟講就 OK。第一間房睇咗，睇埋公區嘅洗手間，呢度有個大明窗，佢係送咗呢種飄台，你可以喺呢度位置放一啲洗浴嘅用品啦、沐浴露啊、洗頭水啊等等。咁其實呢一種戶型咧，佢又做咗個分隔，大部分嘅橫廳都係咁樣嘅設計，呢個正統嘅橫廳。你有冇留意到一樣嘢？橫廳同埋豎廳嘅空間分佈咧，點解會睇起身會闊啲咧？就係因為佢省落咗一間房嘅走廊，呢度望住係門，呢度望過去又係門，喺呢個位置望過去又係主人房嘅門，所以佢係冇走廊可言嘅。呢間房咧，你就等於話我哋喺呢度行出嚟。即係你起床一行出嚟咧，就係你嘅客廳，佢係冇任何嘅分隔嘅，其實等於呢條就係走廊，就全部 open 咗到呢個位啊。但其實每間房嘅大細都差唔多甚至係送嗰間前面入戶嗰個房咧都非常之夠使嘅，119平方。呢間房就真係大得多啦，你可以做一個兩邊嘅床頭櫃，獨立嘅衣帽間，可以成牆嘅衣櫃都可以做得到。呢個咧就係主人房嘅洗手間，你亦都可以做一個步入式分隔開嘅一個衣櫃都可以嘅。呢個洗手間非常之大氣，呢邊嘅星盤可以做翻大少少，會更加舒服。OK， 咁我哋移動嘅話咧，仲有其他嘅單位，我哋一齊過去睇埋佢。OK， 嚟到移動嘅分佈咧，就兩戶89平方，對面兩戶咧同頭先都一樣嘅，嗰邊咧就係108方，亦都係同樣嘅橫廳啊。咁但係咧就面積細咗少少，但係尺碼係一模一樣嘅，佈局亦都一模一樣嘅。89平方同79亦都係一樣，亦都兩圍但係呢個咧整體係放大咗少少，呢個係移動專屬嘅一個尺碼。
入到嚟咧，呢個就帶咗裝修嘅感覺嚇。大概3米2左右個開間咧，輕輕都要闊翻少少。咁同埋咧，廚房到時候佢有個生活露台喺度。呢個都係比79平方嘅話咧，係多咗出嚟嘅一樣嘢，就係呢度有個生活露台。生活露台你可以喺度做個洗衣房啦。咁望出去嘅話，亦都係景觀一樣。因為1棟同2棟嘅佈局分佈咧，基本上係一模一樣嘅。嚟緊3、4棟開埋咧，亦都係會一樣噶啦。戶型其實主打咧都係細同埋要麼就橫廳為主。做咗個風台嘅設計啦，風陽台嘅設計啦。咁呢一個咧就會睇起身光堂啲，舒服啲。睇翻休息區呢邊洗手間，嗱呢種咧就並唔係交付標準嚟嘅，可以參考下。個大細 size 其實差唔多嘅，你可以按照呢個模式去參考，作為你79平方或者係更細面積嘅去參考個裝修嘅方式。但係呢種咧睇樣板房咧有一個誤區一定要避開嘅嚇。你有冇發覺一樣嘢就係睇樣板房嘅時候，佢一般都唔會裝門喺度嘅。唔裝門咧，你就唔知道佢能否關上呢道門啊？呢個位係 OK 冇問題嘅。如果你話真係要去到好似頭先個書房嘅位咧，佢就關唔到門嘅，放咗床嚇。呢個位置利用咗個頭先我所講嘅飄台位置，所以佢令到呢個空間預留得比較多啲。你好似呢個位，如果你放床放到呢啲位置，你道門係關唔到，所以要喺設計上面要花心思。睇樣板房要留意下呢一點。到專享嘅洗手間啦，呢度咧我會覺得比翻頭先79嘅會大啲嘅，整體嘅放翻大少少。個佈局係一樣嘅，入到嚟啦，尺床啦，放到兩邊嘅床頭櫃啦，再加埋到頂嘅衣櫃，冇問題。你唔利用呢個飄台都冇問題，自己放個 cushion 喺度咧，就平時都可以坐下噶啦。OK， 咁主要其實朗詩新城咧就有65平方啦到119平方嘅橫廳啊。戶型佈局就係呢2到3種啦。咁接下落嚟咧，我哋就到樓下同大家總結下佢嘅優點。我估就係以下呢幾個賣點，先至令佢有生存嘅能力。第一，區位出行夠便捷，呢個係朗詩新城最大嘅賣點之一。尤其針對港澳客群同埋珠中通勤族，而家坦洲大道已經開通咗，相距8到10車道，通行便捷。而朗詩新城距離坦洲大道路口咧，大約300米左右，開車出行好方便。15到20分鐘可以去到珠海主城區，30分鐘就到港珠澳大橋，通勤效率都算高。第二，流動佈局合理，綠化夠好，項目採用咗高低樓錯交錯嘅佈局咧，預留咗足夠嘅活動空間同埋綠化面積，對比市區嗰啲細體量嘅樓盤，居住起身會舒服好多。小區園林同公共區域都做得唔錯，日常散步休閒都好舒服。第三，價格優勢突出，入手門檻低，同坦洲南部嘅項目對比，單價價差差唔多去到1萬蚊。再同珠海對比，誇張啲講，珠海買一套樓喺呢度可以買幾套，比如50萬嘅總價，首付只需要3萬蚊，月供仲唔到2000蚊，你就可以搞掂。對於低預算嘅買家嚟講，的確係好大嘅吸引力。第四，戶型使用率高，滿足剛需需求，項目主打剛需戶型，無論係3房定係4房。戶型設計都比較方正，空間利用率亦都夠高，冇太多浪費嘅面積，日常居住嘅功能性可以滿足得到，適合小家庭或者係單身自住。其實一分錢一分貨嘅道理從來都冇變過，6、7千嘅單價確實好吸引，但係呢個項目真係好荒涼，質量亦都好一般，入手之後估計就知道再平都好難轉手。對於預算只能夠接受呢個價位，打算長期持有，而且有車，唔依賴周邊配套嘅朋友，或者係一個過渡性嘅選擇。但係對於追求度假自住嘅港澳朋友嚟講，居住舒適度就差咗啲。入手之前一定要認清楚實際情況。好似呢種大體量嘅樓盤，下邊仲有3期要開發，不確定嘅因素咧仲有好多，而且而家配套同埋交通都唔完善，仲係謹慎啲好。買樓價格係其次，安全同埋實用性先係最重要嘅。最後記得買樓穩得心，一定夠穩陣。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俾個 like、收藏同轉發，關注我嘅頻道。我哋下期再見，拜拜。